子聖道禮。讓我哋透過讀經，追憶並默想天主喺人類史中做嘅奇妙事蹟，了解佢如何關愛佢嘅子民。禮儀書第8頁第8頁。親愛嘅弟兄姊妹，我哋已經進入隆重嘅守夜禮，讓我哋靜心聆聽天主嘅聖言，默想天主喺過去如何拯救佢嘅子民，並且到了最後時地，派遣佢嘅兒子嚟到世上作我哋嘅救主。讓我哋祈求天主現成佢藉着聖子基督，使我哋逾越得救嘅工作，並使佢救贖世人嘅工程達於圓滿。各位請坐。第一篇讀經講出天主創造咗天地萬物，認為樣樣都好好。經文係禮儀書第9頁第9頁。恭讀創世紀，在起初，天主創造了天地，大地還是混沌空虛，深淵上還是一團黑暗。天主的神在水面上運行。天主說：有光，就有了光。天主見光好，就將光與黑暗分開。天主稱光為晝，稱黑暗為夜。過了晚上，過了早晨，這是第一天。天主說：在水與水之間要有穹蒼，將水分開。事就這樣成了。天主造了穹蒼，把穹蒼以下的水及穹蒼以上的水分開了。天主稱穹蒼為天。天主看了，認為好。過了晚上，過了早晨，這是第二天。天主說：天下的水應聚在一處，使旱地出現。事就這樣成了。天主稱旱地為陸地，稱水匯合之處為海洋。天主看了，認為好。天主說：在陸地上，好地要生出青草，結種子的蔬菜和結果子的果樹，各按其種子分類。事就這樣成了。好地就生出了青草，結種子的蔬菜，各按其類。和結果子的樹木，各按其種子分類。天主看了，認為好。過了晚上，過了早晨，這是第三天。天主說：在天空中要有光體，以分別晝夜，作為規定時節及年月日的記號，並要在天空中放光，照耀大地。事就這樣成了。天主於是造了兩個大光體，較大的控制白天，較小的控制黑夜，並造了星宿。天主將星宿
擺列在天空，照耀大地，控制晝夜，分別明與暗。天主看了，認為好。過了晚上，過了早晨，這是第四天。天主說：水中要滋生蠕動的生物，地面上、天空中要有鳥飛翔。事就這樣成了。天主於是造了大魚及所有在水中滋生的蠕動生物，各按其類，以及各種飛鳥，各按其類。天主看了，認為好，於是祝福他們說：你們要滋生繁殖，充滿海洋，飛鳥也要在地上繁殖。過了晚上，過了早晨，這是第五天。天主說：地上要生出生物，各按其類，走獸、爬蟲及地上的各種生物，各按其類。事就這樣成了。天主於是造了地上的生物，各按其類，各種走獸，各按其類，以及地上所有的爬蟲，各按其類。天主看了，認為好。天主說：讓我們照我們的肖像，按我們的模樣造人，叫他管理海中的魚，天空的飛鳥、牲畜、各種野獸，在地上爬行的各種爬蟲。天主於是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，就是照天主的肖像造了人，造了他們男和女。天主祝福他們說：你們要生育繁殖，充滿大地，治理大地，管理海中的魚，天空的飛鳥，各種在地上爬行的生物。天主又說：看，全地面上結種子的各種蔬菜，在果子內含有種子的各種果樹，我都給你們作食物。至於地上的各種野獸，天空中的各種飛鳥，在地上爬行，有生魂的各種動物，我把一切青草給他們作食物。事就這樣成了。天主看了他做的一切，認為樣樣都很好。過了晚上，過了早晨，這是第六天。這樣，天地和天地間的一切連序都完成了。到第七天，天主造物的工程已完成，就在第七天休息，停止了所做的一切工程。上主的話。感謝天主。讓我哋以禮儀書第65頁嘅短誦回應上主嘅話。上主，這
我的天主，你偉大無比，你以尊威作衣冠，你身披光明，好像披上外氅。你用汪洋作廠衣，遮蓋大地，淹滿群山。你使水泉成為河川，奔流於群山之間。天上飛鳥在水邊棲息，往來枝頭婉轉歌唱。你從高天灌溉大地，使大地出產果實。飽與好勢，你使青草和植物生長，餵養牲畜，為給人服務。你又使土地出產五穀。全是你以智慧所創辦，你創造的萬物充滿大地，我的靈魂請讚頌上主。全能永生嘅天主，你喺一切工程上顯示出你奇妙嘅安排，求你幫助你所救贖嘅人都能明了喺呢個末世，我哋嘅逾節羔羊基督嘅犧牲所完成嘅救世工程，比當初嘅創世工程更為卓越。因主耶穌基督之名，求你俯聽我哋嘅祈禱。各位請坐。第二篇讀經，讓我哋重溫天主帶領選民越過紅海，逃離埃及人手中嘅歷史。讀經後，我哋會立即以《禮儀書》62頁嘅領袖回應上主嘅話。呢篇讀經係《禮儀書》第16頁、第16頁。恭讀出谷記。那時候，上主向梅瑟說：你為什麼向我哀號？吩咐以色列子民起營前行。你舉起棍杖，把你的手伸到海上，分開海水，叫以色列子民在海中乾地上走過。你看，我要使埃及人心硬，在後面追趕以色列子民。這樣，我好在法郎和他全軍、戰車和騎兵身上大顯神能。我向法郎、向他的戰車和騎兵大顯神能的時候，
埃及人將會知道我是上主。走在以色列大隊前面的天主的使者，就轉到他們後面，雲柱也從他們前面轉到他們後面，停下，直來到埃及軍營和以色列軍營中間。那一夜，雲柱一面發黑，一面發光，這樣整夜軍隊彼此不能接近。梅瑟向海伸手，上主就用極強的東風，一夜之間把海水刮退，使海底成為乾地。水分開以後，以色列子民便在海中乾地上走過，水在他們左右，好像牆壁。隨後，埃及人也趕來，法郎所有的馬、戰車和騎兵，都跟着以色列子民來到海中。到了晨時末間，上主在火柱和雲柱上窺探埃及軍隊，使埃及的軍隊混亂，又使他們的車輪斷落，難以行走，以致埃及人說：我們由以色列人前逃走吧，因為上主替他們作戰，攻擊埃及人。上主對梅瑟說：向海伸出你的手，使水回流到埃及人，他們的戰車和騎兵身上。到了天亮，梅瑟向海伸手，海水流回原處，埃及人迎着水逃跑的時候，上主將他們投入海中。回流的水淹沒了法郎的戰車、騎兵，以及跟着以色列子民來到海中的法郎軍隊，一個人也沒有留下。但是以色列子民卻在海中乾地上走過去，水在他們左右，好像牆壁。這樣，上主在那一天從埃及人手中拯救了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看見了埃及人的屍首浮在海邊。以色列人見上主向埃及人展示的大能，百姓都敬畏上主，順從了上主和他的僕人梅瑟。那時，梅瑟和以色列子民唱了這首詩歌，歌頌上主說：